2025年的香港娛樂圈就像被投入巨石的平靜湖面。梁朝偉與劉嘉玲這對神仙眷侶分居18年，表面恩愛私下魔性婚姻的消息，瞬間掀起驚濤駭浪。狗仔鏡頭裏，梁朝偉在日本過起了退休老幹部般的隱居生活，騎單車、滑雪、泡溫泉，自在愜意。劉嘉玲呢，在香港組局、投資、看秀，社交圈熱鬧得像過年。兩人同框小得可憐，生日都各自慶祝，網友都忍不住吐槽：這哪是夫妻，分明就是合租室友嘛！更讓人驚掉下巴的是，有知情人爆料，梁朝偉親口說過，劉嘉玲不是他這輩子最愛的人。這話就像一顆重磅炸彈，在網絡世界炸開了窩。有人猜測他心裏還裝着張曼玉，有人罵劉嘉玲太強勢，甚至有人斷言，這種無性婚姻撐不過3年。可偏偏這對夫妻零是把婚姻熬成了港圈傳奇，全被網友封為反內卷婚姻教科書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他們為啥死守着這段看似形同虛設的婚姻？是真愛無敵，全是另有隱情？今天渣們就來好好爬一爬梁朝偉的童年，那叫一個苦。1962年，他出生在香港的貧民窟，父親整天酗酒，母親帶着他和妹妹相依為命。6歲那年，父親一走了之，從此沒了音訊。為了養家，15歲的梁朝偉不得不輟學，當布童、育空調、洗衣機，船在雜貨鋪打鍋工。窮怕了的他，性格變得孤僻內向，朋友都沒幾個。不過，命運在1982年來了個急轉彎。他陪好友周星馳去考 TVB 藝運訓練班，結果周星馳沒考上，他卻陰差陽錯被錄取了。從此，他的人生就像開了掛一樣。《鹿鼎記》你的韋小寶，《無間道》你的陳永仁，《花樣年華》你的周慕雲，一個個經典角色讓他拿獎拿到手軟。3座金馬獎、5座金像獎、1座格納影帝，妥妥的華語影壇演技天花板。可誰能想到，這個在鏡頭前光芒萬丈的影帝，私下裡卻是個社恐。2003年，他突然宣布要去日本隱居，理由很簡單，香港太吵了，我想找個安靜的地方讀書打坐。在日本的小公寓裡，他每天騎單車、滑雪、泡溫泉，連日語都不學，就因為不想跟人說話。他傳說，孤獨讓我自由，不用去迎合任何人。要是說梁朝偉是隱士，那劉嘉玲就是當之無愧的女王。她出生在蘇州一個普通家庭，後來跟着父母去了香港。1988年，她和梁朝偉因為拍攝《花心大丈夫》認識了。當時梁朝偉船有女友曾花倩，劉嘉玲船當過兩人的和事佬。沒想到這一來二去的，兩人就擦出了愛情的火花。1990年，劉嘉玲遭遇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刻，被黑社會綁架，船拍下了不雅照。這件事讓她患上了嚴重的潔癖，都快病態了。好友舒淇去她家上廁所，她直接翻臉，把廁所重新裝修了一遍。拍戲的時候，她要求劇組把酒店廁所全部換新。梁朝偉為了她，推掉了5部電影，陪着她度過了那段最艱難的時光。後來的劉嘉玲就像開了掛一樣，演戲、投資、辦派對，啥都幹得風生水起。她投資房地產、開酒吧、做品牌，身家過億。她船霸氣地說：我不需要男人養，我自己就能活得很好。可就是這麼一個女王，最後嫁給了梁朝偉這個社恐影帝。到了2025年，狗仔拍到梁朝偉在日本騎單車，劉嘉玲在香港組局，這下分居的消息算是徹底錯實了。更勁爆的是，網友爆料，梁朝偉親口說劉嘉玲不是他最愛的人。這話一出來，網友們都懵了。但奇怪的是，這對分居夫妻從來沒傳過要離婚的消息。梁朝偉的片酬全交給劉嘉玲打理，自己只留200萬。劉嘉玲投資失敗了，梁朝偉也不抱怨，船安慰他，錢沒了再賺，你開心最重要。那他們真的魔性嗎？劉嘉玲在採訪裡說，
我們不需要24小時黏在一起，但我知道他永遠在我身後。梁朝偉也說，愛情不是佔有，是尊重。梁朝偉曾經說過，婚姻就像兩棵樹，根連在一起，但枝葉可以各自生長。他和劉嘉玲的婚姻，就是這種距離感的完美體現。就說查江這是人，劉嘉玲從來不查梁朝偉的手機，也不問他去了哪人。他覺得信任是婚姻的基礎，為兒子培養感情變質。船有生蛙這是人，兩人結婚17年了，一直沒要孩子。梁朝偉說，孩子是緣分，強求不來。劉嘉玲也說，我們現在這樣挺好的，自由自在。他們各自精彩。梁朝偉在日本隱居，劉嘉玲在香港社交，互不干涉。不過每年都會一起旅遊，姜祝生日。這種反傳統的婚姻模式，很多人都不理解。但梁朝偉卻覺得，婚姻不是枷鎖，是讓兩個人變得更好的方式。劉嘉玲在娛樂圈那可是出了名的強勢女人，但在梁朝偉面前，她卻像個小女人。她說過，我享受被呵護的感覺，也願意給他自由。梁朝偉要去日本隱居，他二話不說就同意了。梁朝偉不想演戲，他就幫他推掉劇本。梁朝偉有潔癖，劉嘉玲就每天把家裏打掃得一塵不染。梁朝偉喜歡安靜，他就減少社交，陪他在家看書。就算梁朝偉和張曼玉的緋聞傳得滿天飛，劉嘉玲也淡定地說，我相信他，也相信我自己。有人說劉嘉玲太卑微了，她卻笑着說，愛不是佔有，是成全。關於魔性婚姻的猜測一直沒停過，有網友爆料說，梁朝偉和劉嘉玲早就分房睡了，連親密接觸都少得可憐。可狗仔拍到的照片卻狠狠打了這種說法一巴掌。照片裏，梁朝偉幫劉嘉玲提包、擦汗，劉嘉玲踮腳給梁朝偉整理衣領，眼神裏全是愛意。心理學專家分析說，分居不代表魔性，很多夫妻選擇分居是為了保持新鮮感。梁朝偉和劉嘉玲的婚姻更像是一種高級愛情，他們不需要用身體接觸嚟證明愛，而是用信任和理解嚟維繫感情。梁朝偉內向孤僻，劉嘉玲外向開朗，兩人性格完全相反，卻成了最好的互補。梁朝偉說，他像太陽，照亮了我黑暗的世界。劉嘉玲說，他像月亮，安靜又溫柔。這種互補讓他們的婚姻充滿了平衡。梁朝偉需要安靜，劉嘉玲就給他空間；劉嘉玲需要熱鬧，梁朝偉就陪他出席活動。他們不用改變對方，只要接受對方的不同就行。信任基礎，從綁架案到隱居，他們始終相信彼此。1990年的綁架案是兩人感情的轉折點。梁朝偉為了劉嘉玲，推掉了所有工作，陪她度過了那段最艱難的時光。劉嘉玲說，那一刻我就知道他就是我要找的人。後來梁朝偉去日本隱居，劉嘉玲留在香港，兩人從來沒懷疑過對方的忠誠。梁朝偉說，他是我的後盾，我永遠相信他。劉嘉玲說，他是我的依靠，我永遠支持他。梁朝偉是影帝，劉嘉玲是投資女王，兩人在事業上各自精彩，卻始終並肩前行。梁朝偉拍戲的時候，劉嘉玲就幫他打理財務；劉嘉玲投資的時候，梁朝偉就給他出主意。他們不用依賴對方，卻始終是對方最堅強的後盾。梁朝偉說，他的成功讓我更愛他。劉嘉玲說，他的才華讓我更崇拜他。這種共同成長讓他們的婚姻充滿了活力。梁朝偉和劉嘉玲的婚姻就像一面鏡子，照出了傳統婚姻觀的局限。他們不查崗，不生娃，分居18年，卻依然恩愛如初。有人罵他們魔性婚姻，有人猜他們各取所需，可他們卻用18年的時間證明了真愛的存在。梁朝偉說，愛情不是佔有，是尊重。劉嘉玲說，愛不是改變，是成全。或苦，這就是他們婚姻的秘訣。
不用迎合任何人，只要做最真實的自己。就像劉嘉玲說的，當你愛上一隻飛鳥，是打造金籠子，船是陪他共享整片天空。他們的答案就藏在這18年的分居生活裡。